你哋好，今日我會講一個又有趣又緊張嘅故事——為食貓。俾啲配樂啊，樂師唔該你。使唔使咁大陣仗啊？呢個卡通節目嚟嘅啫噃。宮廷中嘅為食貓。喺好耐之前，個故事都係咁開始㗎啦。有一個王國背山面海，國勢強盛，人民生活快樂，豐衣足食，冇人捱窮，物產豐富，應有盡有，又有國家朝貢。呢個國泰民安嘅國家有一個好肥嘅皇帝統治，皇上駕到，請大家迴避肅靜。一代明君阿北大帝，行人好快咁走埋一邊，讓路俾阿北大帝行。呢個國家版圖遼闊，國王嘅身材亦都不遑多讓。佢係一個英明君主，深受全國上下敬重擁戴。佢食量驚人，唔揀飲擇食，又好易吸收，所以肥屍大隻。每當佢體重上升，一定舉國歡騰，大肆慶祝，因為呢個國家嘅經濟咧，全賴佢嘅體重嚟支撐嘅。每年都有一個外國使節從遠方嚟到呢度朝貢。小人代表敝國奉上一車金幣，同皇上體重相等嘅金幣啊！點解要咁送法？我唔知喎。不過國王每年都係要上榜嘅，所以阿北每一磅亦都好值錢，一定唔可以減肥嘅。啲金幣令到國庫充足，全國上下都唔使憂柴憂米，而且政府每年都宣布國庫充裕，今年照例免交任何稅項。國家富裕全因為佢夠肥。不過有一個人心懷不軌，奸詐嘅宰相別有用心。我總有一日要登上國王嘅寶座。佢密謀造反，篡奪皇位。我登基之後一定要納稅，做嘢要交稅，去玩要交稅，個個都要交，做乜都要交，買張台、買張凳、買盞燈都要交稅，連呼吸都唔例外啊！一定要交稅，全國上下除咗我之外，個個都要交稅。宰相顯然立心不良，仲招兵買馬揾個女巫幫佢完成奪位大計。國王佢肥到好似隻豬咁，最好將呢隻貓送咗俾佢啦。送呢隻貓俾皇上最啱噶啦，事成之後一定重重有賞。佢以為呢個計劃天衣無縫，於是係帶住隻貓走咗啦。佢嚟到皇宮大門口，大聲叫：臣有份禮物送俾皇上啊！呢個宰相真係奸狡無比。呢隻貓係送俾皇上試味噶，任何食物先由佢試過味，證明適合皇上胃口先好食喎。國王收到隻貓好開心，但係唔知隱伏危機。當晚國王用膳嘅時候咧，就帶埋隻貓去試味啦。既然你係宰相送俾孤王嚟試味，不如同我試下台邊嘅食物先啦。點知隻貓唔單止試少少啊，佢居然將啲食物都食晒，火雞啦、火腿啦、牛肉啦，通通食晒，一啲都冇剩。仲有漢堡包、朱古力奶昔7層高嘅大蛋糕，一碟甜菜、一碗上湯，連塊台布都咬爛埋，連啲豉油甜醬都唔放過，一律照吞。食得到嘅都吞晒落肚，不停口咁食，食足成晚。國王乜都冇得食。半夜2點肚餓到打鼓，於是起身揾嘢食醫肚。原來隻貓仲未刷完，喺廚房裏邊大快朵頤。到咗第二朝早，國王依然係冇食神，淨係睇住隻貓食。可憐國王成日肚空空，有嘢食都要匿埋靜靜雞食。不過無論佢點匿啊，都瞞唔過隻為食貓。就係咁過咗幾個禮拜，國王半滴水都冇得落肚。宰相冷眼旁觀，見到國王鹹豆都冇半粒食下，都唔知幾咁心涼，諗住奸計得逞啦。國王一日瘦過一日，成條藤咁，佢俾隻貓搞到冇啖好食，想唔瘦都幾難啊！過咗幾個月都仲係咁，眨下眼大日子又嚟啦。侍臣嚟咗請國王上榜，稱下又要俾幾多個金幣作為貢品，點知只係稱得嗰10零20個，因為國王咧瘦到成隻馬騮咁。國王睇住天平嘅另一邊，睇到咁少金幣，越諗越驚。國民亦都驚到愁眉深鎖，得嗰幾個金幣，國家一定破產。宰相陰陰嘴笑，心裏邊諗：佢哋一定會推翻國王，用我登基嘅。國王心裏邊好焦急，要諗個辦法。長此落去一定會國破家亡噶噃。最後隻為食貓俾咗國王一個靈感，挽救國家避免破產。
頂皇冠喺邊個嘅頭上你咧，咁講，就上磅稱金幣決定貢物嘅價值。當時人選只有一個，就係將頂皇冠戴喺隻貓嘅頭上。如果根據佢嘅重量納貢，國家就唔會淪落個破產。於是佢哋將一鏟一鏟嘅金幣放喺個稱度，不斷咁滗，直至同隻餵食貓嘅體重一樣。圍觀嘅人不斷歡呼喝彩，大聲叫囂。佢為國家帶嚟更多財富，宰相心心不忿，激到眼火爆。個妖無掂條黑路我行，當女巫問宰相攞酬勞嘅時候，宰相話：對唔住冇錢俾。女巫要攞酬勞而不得要領，宰相呢次真係自取滅亡啦！女巫會念個咒語，將佢變成一隻驢仔、驢仔或者其他禽獸。隻貓挽救咗每一個平民百姓，仲挽救咗國家免落入奸人之手添。佢哋為咗慶祝國家脫難，大排筵席，大魚大肉一餐。當國王睇到隻貓狼吞虎咽個樣咧，就同身邊啲人咁樣講啦：我諗如果要養呢隻肥貓1年呢，國父一定俾佢食清光頂啫。各位，呢個故事嘅教訓呢，就係一隻肥貓抵萬金，千祈咪睇小佢啊！故事講到呢度差唔多啦，貓做主角嘅故事好好咧。橫掂呢個下晝無所事事，不如咁啦，打個電話紐約揾小丑咯。佢去嗰度參加一個馬戲班嘅表演，唔知成唔成功呢？唔知佢有冇闖禍呢？冇用，小丑始終都係小丑。